詩篇119篇49至56節。求你紀念對你僕人所應許，叫我有盼望。求你紀念你向僕人所說的話，這話使我有盼望。你的話將我救活了，這是我在患難中的安慰。驕傲的人極度地侮慢我，我卻未曾偏離你的律法。耶和華啊，我紀念你從古以來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我因惡人離棄你的律法，怒火中燒。我在世寄居，以你的律例為詩歌。耶和華啊，我夜間紀念你的名，我也要遵守你的律法。這臨到我，是因我謹守你的訓詞。求你紀念對你僕人所應許，叫我有盼望。耶利米書33章1至13節。耶利米還囚在護衛兵的院內，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他說：誠實的耶和華，塑造他，為要建立他的耶和華，名為耶和華的那位如此說：你求告我，我就應允你，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隱密的事指示你。論到這城中的房屋和猶大君王的宮殿，就是拆毀來擋圍城工事和刀劍的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他們與迦勒底人爭戰，用我在怒氣和憤怒中所殺之人的屍首塞滿這房屋。我因他們一切的惡，轉臉不顧這城。看啊，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，我要醫治他們，將豐盛的平安與信實顯明給他們。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人歸回，並要建立他們如起初一樣。我要洗淨他們干犯我的一切罪，赦免他們干犯我、違背我的一切罪。這城在地上萬國面前，要因我的緣故，以喜樂得名，得頌讚，得榮耀，因為他們聽見我所賞賜的一切福樂。他們因我向這城所施的一切福樂平安，就懼怕戰驚。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們論這地方，說是荒廢、無人無牲畜之地，
但在這荒涼、無人、無居民、無牲畜的猶大城鎮和耶路撒冷街上，必再聽見歡喜和快樂的聲音，新郎和新娘的聲音，並聽見有人說：你們要稱謝萬軍之耶和華，因耶和華本為善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們奉感謝祭到耶和華的殿中，因為我必使這地被擄的人歸回，如起初一樣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在這荒廢、無人、無牲畜之地，並其中所有的城鎮，必再有牧人的草場，可讓羊群躺臥在那裏。在山區的城鎮、謝菲拉的城鎮、尼格夫的城鎮、便雅憫地、耶路撒冷四圍的各處和猶大的城鎮，必再有羊群從數點的人手下經過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馬太福音19章16至22節。有一個人進前來問耶穌：老師，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穌對他說：你為什麼問我關於善的事呢？只有一位是善良的。你若要進入永生，就該遵守誡命。他說：那些誡命？耶穌說：就是不可殺人，不可姦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，當孝敬父母，又當愛鄰如己。那青年說：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還缺少什麼呢？耶穌說：你若願意作完全人，去變賣你所擁有的，分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上，然後來跟從我。那青年聽見這話，就憂憂愁愁地走了，因為他的產業很多。請同心禱告。掌管歷史的上主啊，你按你自己的旨意帶領人類歷史的更替與變遷，你容許自己的百姓因背棄你而被擄，散居列邦。你紀念你的約，憐恤他們，召喚他們歸回本地，並建立他們。你拆毀是為了重新建造和栽植，使百姓藉着列國的手被管教，以致真心回轉歸向你。照管我們的上主啊，我們要感謝你，因你在我們的身上用心，使我們認識你本為善，你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你使我們這經歷被擄之人最終回歸，賜我們在你裏面重生，幫助我們重燃盼望。我們真像造夢的人，驚嘆你奇妙的作為，歡呼歌頌，阿肋路亞。求你紀念對你僕人所應許，叫我有盼望。
賜人永生的上主啊，你就是生命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是賜福萬族萬國的生命主宰。你訂立誡命，為要叫我們謹守遵行，按你一切的應許蒙福進入永生。求主賜我們信心，幫助我們尊崇你，遵守你的話語。求聖靈提醒我們，不要靠着義行得救，但要靠你的恩典。求聖靈光照我們認識主的永恆，自己生命的有限。求聖靈輔助我們在你面前深刻反省悔改，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省察自己，拒絕自欺與偽善，追求被聖靈引導進入主的真理。求主幫助我們切實踐行，盡心愛神，更順命愛人如己，免得虛耗生命，貪圖短暫的享樂歡愉，為自己的利益服務。求主指教我們分享之道，學習從奉獻中深刻認識你的豐富，並共享的喜樂與盼望，好立志跟隨基督，學習捨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求你紀念對你僕人所應許，叫我有盼望。奉重生我們、醫治我們、賜我們豐盛生命的救主基督耶穌聖名求，阿們。